我们今天带来这一道火腿起司芝麻锅饼，我们的主要材料有鸡蛋、牛奶、细砂糖、黑芝麻粉、低筋面粉、火腿、起司片，还有奶油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蔡继修老师。今天我要来教大家煮一道火腿起司芝麻锅饼。然后我们这开始的步骤，我们要先来调面糊的部分。然后面糊的部分，我们要先来打蛋。我们就是要一颗一颗打，然后确定没问题之后，我们再倒过来，然后第3颗再这样打。越多颗的话，风险越大，所以一定要这样打，不然你如果打到最后了才发现有问题的话，这整个蛋就没办法用。然后接下来要打面糊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蛋跟那个细砂糖，还有我们的牛奶这3样先把它打均匀。这个不用打发，它不用像蛋糕一样把它打发，我们就是都加进来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个只要有大概打均匀就好，不用打发。然后黑芝麻粉就全部加进来，这边大概2大匙的量，然后低筋面粉跟牛奶大概就是1比1。进来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打均匀的过程中，一定要让它没有颗粒、没有粉状。有颗粒跟粉状在里面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去煎或者是去烤的过程中，它那个粉也不会熟。芝麻粉的部分就是，你如果买不到芝麻粉，也可以直接用黑芝麻酱也可以。然后打完之后，我们还要让它再静置，至少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，让它有点沉淀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开始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静置好的面糊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准备来煎锅饼了。像这个面糊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跟刚刚我们调制好的时候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，它有点变浓稠的感觉了。刚刚调好的时候是蛮稀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来开火，然后记得我们这个奶油的部分啊，我们如果开火之后，火尽量让它小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用奶油来取代沙拉油的原因，是因为奶油它比较有香气，只要放这样一点点的奶油下去，你只要有一点点就好了，因为这个是不粘锅，所以也不用太多。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就来加入我们面糊，面糊的话我们就是适量就好了。倒下去之后，我们就来把它晕开来，让它有办法一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量的话，也是看我们观众朋友看你要煎比较厚一点，还是要薄一点。如果你今天要稍微厚一点点的话，你就可以稍微倒多一点，它这样起来的厚度就会比较厚。如果你今天想要让它薄一点点的话，你就可以煎薄一点。这部分我们就是下去之后，我们就先不要去动它，我们就先让它去煎。它如果下面有开始熟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用不粘锅的话，它不太会粘，所以我们主要是看下面有定型，我们就可以翻面再煎一下，就可以拿起来备用。我们把我们要的量都先煎好，再来一起包。我们把另外一面再稍微煎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拿到盘子上面先备用。然后第2片就继续。然后你温度如果比较高的话，记得我们倒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赶快的去转动它。你不转动它，等一下就会开始定型了。你不够的部分，你可以再另外补就好了。这边的部分我们就先煎2片就好。我们就先来做包那个火腿跟起司片的部分。刚刚我们煎的这个，其实你看我们是可以这样拿起来，它是不会破掉的，因为这个煎好之后是算是比较凝固一点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火腿的部分我们就直接摆上来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起司片，然后就把它折起来。这折起来的部分，你们可以稍微把它稍微压紧一点，然后转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压上来。这部分我们就是先上下对折，再左右对折，最后一定要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它的起司才不会到时候直接流到锅子上。然后2个都做好之后，我们再把锅子拿回来煎。平常这个是我们可以一次的全部都做好，再去把它煎一煎就好了。我们就做的有点像是比较健康一点的话，就是尽量让它
也是少油啊。然后把我们刚刚包好的就放进来。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皮呀、这个颜色，它是因为我们加了黑芝麻粉在里面，所以它自然的就会有这个颜色。如果有加了黑芝麻之后，我们稍微再把它煎过的话，它香气会比较好。千万不要先热锅，因为我们奶油的那个烧焦很快。你今天如果已经先热锅，像一般沙油那样，你热完锅，你再下奶油会突然就黑掉了。黑掉我们就先把它再重新洗掉再用。然后我们可以画面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面，稍微让它煎酥一点，它就会变成这个颜色，然后它整个芝麻的香气就会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盛盘起来。拿起来之后放旁边的时候，大概静置个1分钟，我们再来切，分3等份就好了，然后就这样直接切。这样你会看到它的切面是有起司跟火腿的部分啊。如果你刚刚煎好之后，你就马上切的话，它一定会马上就流出来。然后这一道的话就完成了。